李光耀，一個人離世時的轟動究竟代表了什麼？2015年3月23日，當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的消息傳出時，整個新加坡沉默了。街道上的人腳步變慢，商店的電視不約而同地播放他的回顧畫面。許多年輕人首次看到父母或祖父母落下眼淚，那一刻全世界都在報道這件事，不是因為他是一位前總理，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能讓一座國家把哀傷化成尊敬的領袖。這樣的場面，問一句可能更接近真相的話：一個人必須擁有什麼，才會讓一個國家以沉默向他致敬？答案藏在他的一生裏，他的成長，他的成功也藏在他給普通人的情緒價值之中。一戰火中的少年，他不是天生強大，而是被時代逼成強大。李光耀出生於1923年的新加坡，那時的新馬地區仍在英國殖民下，一個多族群、多語言、競爭激烈且貧富分明的社會。他並非政客世家，也不是含住金湯匙長大的富家子弟。他的童年很普通，普通到甚至略帶灰暗。但這一生的轉折來自他19歲那年，日本軍隊攻陷新加坡，戰火清鄉，屠殺物資匱乏，恐懼壓力，所有這些都砸在他身上。他親眼看住身邊的人因為身份不同而遭槍殺，他看見家庭被時代撕裂。後來他越過一句震撼無數人的話：我年輕時最深刻的感受是弱者沒有選擇。這句話影響了他此後所有的決定。他不願意再次成為沒有力量的那一群。他選擇讀書，選擇走出弱勢，選擇讓自己變成能保護，而不是只能被動等待的人。他靠住努力與驚人的自律，最終考上劍橋大學法律系，一畢業就以第1名成績獲得最高榮譽。他從戰火走進知識殿堂，也從害怕變成堅定，要讓自己的民族不再做時代的犧牲者，而從辯護士到建國者。他不是夢想國家，而是在絕境中創造國家。回到新加坡後，他看到一個混亂且沒有方向的社會，多族群彼此猜疑，沒有天然資源，工業落後，社會貧困，犯罪率高，腐敗問題嚴重，國際地位低。可是他沒有退縮，而是開始走向政治。他創立人民行動黨，一步步引領新加坡走進自治，走進與馬來西亞合又在政治風暴中被迫分家。最終在1965年那個著名的日子，新加坡被趕出馬來西亞。沒有人會忘記那一天，李光耀面對鏡頭落淚。他說，對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來說，我們要靠自己存活下去，我們必須勇敢。全世界當時都不看好新加坡，連英國外交官都說這個國家沒有未來。但李光耀不相信，他選擇把悲傷化成力量，把恐懼化成行動。他如何讓一個小島變成亞洲的旗？新加坡的成功不是來自其，而來自紀律決心和一種近乎偏執的務實。治安與廉政，不貪不腐不亂。李光耀說過，一個國家可以窮但不能亂，可以少但不能腐敗。他建立全亞洲最嚴格的貪腐法，最高效率的公務系統，最強的社會秩序管理，最清楚的法治觀念。結果是新加坡成為世界上最乾淨、最安全、治安最好之一的城市。教育改革，讓孩子成為世界的競爭者。他深信資源不在土地，而在人民的大腦。於是他打造世界級教育體系，使新加坡學生在數學、科學、語文表現長期名列全球第一。他把讀書可以翻身這件事情變成國家制度，而不是口號。經濟佈局，從港口到金融中心，他讓新加坡成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，亞洲重要的航運中心，全球金融樞紐，高科技企業聚集地。那些在1960年代被視為不可能的事情，他用30年變成常態。多元族群的團結不是口號，而是規則。他知道族群衝突是東南亞最大隱患，因此他制定了一個原則：
不同文化和平共存必須靠制度而不是情感。從公共住房到教育系統，他把族群融合變成可持續的設計，而不是一句空話。4. 他對亞洲與世界的貢獻，一個小國家的領袖卻改變了全球視野。1. 他讓世界看見小國也能翻身。在冷戰中美競爭全球化浪潮交錯的時代，新加坡給世界最重要的啟示是，不是大國才能成功，是領導與人民的選擇決定未來。新加坡的崛起讓世界理解虛無不是命運。2. 他讓亞洲走出第三世界宿命。在80、90年代，許多外國人認為亞洲就是落後、貪腐、無紀律，但新加坡成為第一批打破偏見的國家。他向世界證明亞洲文化不但能成功，還能成功得非常漂亮。3. 他主張平衡與務實外交，他不向任何大國低頭，卻與所有大國保持合作。他主張與其站邊，不如平衡這觀念，至今仍被許多國家用。他是世界少見的小國戰略大師。4. 他把城市治理變成一門國際課程，全世界城市學者政客都來新加坡學習公共交通、社會治安、房屋政策、公共醫療、稅制管理。李光耀把城市管理提升成一種國際標準。5. 李光耀給普通人的情緒價值。為什麼他的故事能鼓勵我們？如果把他的成就都拿掉，剩下的那個人仍然值得尊敬，因為他的一生給普通人3個強大的情緒價值。1. 你可以出身平凡，但不能活得平凡。李光耀不是富家公子，也不是天生領袖，他是靠讀書、靠訓練、靠自律變成大人物。他的故事提醒我們，你沒有出生在正確的位置，那就把自己移到正確的位置。這種精神是所有普通人都能做到的。2. 弱者不是天生的，往往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力量。他年輕時的恐懼讓他明白，你不強，世界就會逼你跪下，你變強，世界才會聽你說話。這不是殘酷，而是一種清醒。對我們的啟示是，不需要成為國家領袖，但至少要成為能照顧自己、保護家人的那個人。3. 遇到最大困境時，不要問為什麼是我，而是問我能做什麼。1965年被逼分家後，新加坡毫無退路。如果換做一般人，可能只會抱怨命運，但李光耀選擇了另一條路，把眼淚擦掉，把國家重新建立。這給我們的力量是，人生很多時候不是你選擇困難，而是困難選擇你。你能做的是讓自己值得被困難選中。6. 他離開後的世界，一個人走了，但一種精神留下。李光耀的葬禮那天下住雨，那一天很多人哭泣，不是因為政治，也不是因為權力，而是因為一種深深的情緒。一個人可以把一座沒有未來的島變成世界的標杆，這種力量本身就是對每個普通人的啟發。7. 給我們的總結，李光耀的一生在告訴我們3件事：一、命運不是固定的，人生的可能性比想象大得多。新加坡天生沒有資源，李光耀天生沒有特權，但他們最終都站在世界中心。這提醒每一個正在困境中的人，你以為的極限可能只是起點。2. 決定你命運的不是機會，而是選擇。他選擇教育，選擇紀律，選擇務實，選擇不跟大國對抗，但也不屈服。他一生被選擇塑造，也用選擇塑造新加坡。3. 強者不是天生堅強，而是從痛苦裏站起來的人。李光耀的強是從戰火中練出來的強，他教我們人生任何一段痛都可能成為你真正的力量。8. 結語，我們或許無法成為李光耀，但可以學會像他一樣活着。他的一生不只是建國故事，而是一個普通人也能學習的生命範本。面對困難不要逃避，面對命運不要投降，面對人生不要放棄希望。他證明了
一個人真的可以影響一座島，一座島真的可以改變一個世界，而普通人的力量也真的可以比自己想象更大。如果他留下的東西只有成就，那只是歷史；但若他留下的是力量，那就是情緒價值，也是我們人生的指南。如果你喜歡，請點讚和訂閱，加入情緒健康王國。我們下次再見。